Hello，大家好啊！又係我君君老師雅言大講堂嘅主講者黃慧君，不不黃君君老師。嚟到我哋今日雅言大講堂嘅第53集啦。我哋今日53集講咩呢？今日承接翻之前嘅人性的弱點嘅第2 point 啊，講咩呢？就係其實你要知道，利益係喺呢個社會上面，呢個咁功利嘅社會上面，樣樣行第一嘅都係利益。你要知道有啲人同你做朋友，其實可能係為利益嘅，所以就要知道有啲人可以為咗利益同你由仇人變成你嘅朋友，亦都有人為咗利益同你由朋友化為敵人。有啲人喺佢嘅世界裏邊只有利益嘅啫，冇咩朋友嘅，冇咩親情觀念嘅，喺佢嘅世界裏邊咩都冇，就係利益。呢啲人可以為咗利益咩都可以出賣，朋友對佢嚟講真係唔係咩嚟嘅，甚至可能親人都唔會係咩嚟嘅。有啲人真係會覺得利益先係最重要，喺佢哋嘅利益面前，係面對利益嘅前面，佢嘅底線可以去到無止境咁低。所以你要記住，當你面對呢啲人嘅時候，你要知道唔好俾佢去嘅所謂友情嘅甜言蜜語令到你迷失。你要記住，面對呢啲人嘅時候，你要好好保護好自己嘅利益，保護好自身嘅權益，保護好自己。因為呢啲人可以為咗利益出賣你嘅時候，你要醒，你真係要醒，唔好以為話同佢有咩交情啊、咩親情啊，佢哋呢啲人真係可以為咗利益乜嘢都可以出賣嘅。所以你要記住呢下，你要醒啊，你要醒，你真係唔好迷失。有啲人可以同你幾十年交情，好老友都得㗎，可以同你 friend 到打 band 攬頭攬頸，但係其實背地你出賣緊你嘅嚇，知唔知啊？背地出賣你嘅就可能係佢，喺背脊插你一刀嘅就可能係佢，知唔知道？所以要記住啦，面對一啲所謂嘅友情或者係親情或者係合作伙伴啦，有啲可能合作伙伴更加之啦，合作伙伴更加之會為利益而令到你受傷害，令到你受損。所以咧要記住，當你面對利益前頭嘅時候，你要清醒，樣樣嘢都要算清算楚，同佢計清計楚。喺咁嘅時候，最重要就係抽離現場離開，然之後細心分析去諗下，到底發生咗咩事，睇下解唔解決到先。啲利益係咪你損失得起？如果啲利益原來你損失唔起嘅，咁你就要抽離現場分析一下，然之後點啊？調轉頭走，離開佢嘅世界，消失佢嘅世界嗰度，知唔知道？明唔明白 ？OK， 好，保護好自己，保護好自己嘅利益，保護好自身，知道嗎？要保護好自己啊！愛自己就係比任何人愛你更重要，知道嗎？拜拜啦，拜拜。